路边冲出一条大狼狗，它恶狠狠地扑向一个女人，并死死咬住了她的脖子。车内的人吓得惊叫，女人挣扎了几下，很快便没有了呼吸。这样的伤人事件已经不是第一起。就在不久前，大桥底下发生了一起命案，车主被困在汽车内活活烧死。经过现场调查后，上级认为这是一起自杀案件，可女警小美却有了新的发现，尸体上有被大型犬只咬过的痕迹，但仅凭这一点根本无从调查，直到另一起案件发生才有了新的线索。这天晚上，一个男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发现前方一条狼狗拦住了去路，男人吓得不敢动，下一秒狼狗便向他冲了过来，男人被扑倒在地，狼狗不停地撕咬他，一条鲜活的生命很快消失不见。案件引起了上级的重视，死者尸体和案发现场留下了一致的动物皮毛，经检测它们属于一只狼，可闹市里不太可能有狼，凶手很有可能是一条人工驯养的狼狗。同时，警方发现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，受害人手机中有一张相片，相片上的4人已经死了2个。如果这是一起连环凶杀案，那么剩下2人很可能还会遇害。于是警方很快采取行动，一边安排寻找相片中剩余2人，另一边开始调查驯养狼狗的人。狼狗背后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真凶。小美和老崔来到训狗基地，在这里他们打听到有一个男人专门驯养狼狗，找到养狗人后，从对方嘴中得知他曾经卖了一条狼狗幼崽给一个叫闵太直的人，而闵太直正是相片中幸存2人之一。养狗人还认出照片中的女人宋敏静是闵太直的女友。小美和老崔回到警局后，同时已经查清照片中3名男性的身份，他们都参与地下斗狗场赌博，所有线索都指向了闵太直，找到他或许就可以真相大白。小美和老崔决定从宋敏静寻找突破口，在半夜蹲守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了嫌疑人的行踪。第2天，警局所有人一起行动，由于低估了嫌疑人团伙的人数，警方明显人手不够。小美在与歹徒搏斗时被对方击倒在地，她想抓住歹徒的腿，却又被狠狠踢了2脚，歹徒趁机逃走，其他同事连忙追了上去，剩下小美痛苦地躺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面包车驶来，车上走下一个女人，她就是宋敏静。突然旁边冲出一条大狼狗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